主席，我嘅發言係支持李家駒議員提出嘅全民閱讀議案。呢個議案嘅核心咧，就要將閱讀啦推廣提升至香港社會嘅共同責任，令到書香文化可以喺香港落地生根。我嘅修正案咧係加入3點嘅建議，涉及青少年同埋長者嘅跨代共融，更加關乎社會整體閱讀氣氛嘅營造。首先，透過中小學嘅制服團隊，我哋可以一齊召集更多青少年嘅義工，喺長者嘅中心同埋社區中心陪同長者去閱讀嘅。青少年喺成長過程中往往係需要更多社會嘅參與機會，而長者亦都渴望精神上嘅陪伴同埋交流。如果我哋能夠透過童軍、交通安全隊、醫療輔助隊等等嘅青少年團體、制服團體去組織好青少年嘅義工陪伴長者一齊閱讀唔單止可以培養青少年嘅責任感同埋服務精神，亦都讓長者可以喺閱讀之中可以獲得參與感同埋快樂。呢個跨代活動能夠促進文化嘅共融，讓閱讀成為連結不同年紀層嘅橋梁。其次，培訓退休長者去成為現代嘅說書人。香港有好多嘅退休人士，佢哋擁有豐富嘅人生經驗、人生觀同埋文化嘅積累。如果能夠透過培訓，讓佢哋喺公共圖書館或者社區中心定期去舉辦說書活動分享歷史故事同埋文學嘅作品，再加入佢哋本身嘅一啲個人經歷會更加有趣，令到長者退休之後可以繼續發揮所長，貢獻社會。呢個安排既能提升公共圖書館嘅文化功能，亦都讓長者能夠找到新嘅生活意義啦。促進社會嘅呢個跨代嘅共融。最後，舉辦票書活動，去鼓勵市民去捐贈舊嘅書籍俾公共圖書館。標書係一種極具趣味性嘅參與感嘅閱讀嘅推廣方式啦，即係大家將自己用嘅書啦，想分享俾大家票書嚇。咁市民就可以喺公共嘅空間去隨意去取閱其他人留下嘅書籍，亦都唔侵犯版權嚇。再將自己讀過嘅書放回社區，形成一種書籍流動嘅一個文化。呢個唔單止可以令到市民接觸到唔同類型嘅書籍啦，同埋能夠營造一個全民共享嘅閱讀氣氛，亦都再配合市民捐贈舊書俾呢個公共嘅圖書館，更進一步去擴充嗰個書床啦，令到大家更加受惠。呢個由上而下嘅推動，能夠把閱讀嘅融入即係個習慣，融入日常嘅生活，形成社會共鳴。主席啊，閱讀唔單止係個人嘅修養啦，亦都係社會嘅文化基石。我嘅3點建議最好從不同嘅角度去切入。青少年義工陪伴長者，可以強調跨代共融；退休長者成為說書人強調文化傳承。票書去捐書活動可以強調全民參與嘅，三者相互呼應，構成一個完整嘅閱讀推廣嘅生態。呢個策略可以令到閱讀真正走入社區、走入家庭、走入人心。因此我呼喚各位議員支持李家駒議員嘅議案啦，同埋我嘅修正案，等我哋攜手推動全民閱讀，令到香港成為一個書香4億嘅城市，建造一個文化強國，貢獻香港力量。本人謹此致辭，多謝主席。